友，如果你最近諗住去珠海中山買樓嘅，咁你一定要聽我講完呢一個真實嘅中伏案例啊！真係太冤啦！係咁嘅，我最近咧就有一個香港嘅粉絲朋友同我講咗佢嘅真實經歷啦。佢去咗中山嗰邊睇啱咗一套公寓，樓盤嘅明目標價寫得清清楚楚，總價只需要21.8萬就可以直接買低。但係帶佢去睇樓嘅嗰個中介隻字不提原價，就直接同佢講：如果你想攞低呢一套房源，你就一定要交2萬蚊嘅團購費。如果你唔交就買唔到，更加鎖唔到房。咁我嘅粉絲朋友其實佢係唔太了解內地買樓嘅呢一啲套路嘅，一心就喺度諗緊，我要快啲攞低呢一套樓啊！咁佢就老老實實交咗呢2萬蚊嘅團購費，同埋交齊咗全款啦。但係買咗之後，交完之後，佢又問咗另外一個中介，當場就呆咗。點解啊？因為其他中介好明確同佢講，呢個樓盤根本就唔需要交2萬蚊嘅團購費，亦即係原價21.8萬，你就可以直接買低佢啦，根本冇任何額外嘅費用。亦即係講，我呢位粉絲朋友佢平白無故無啦啦多交咗2萬蚊。所以我而家想同大家講翻內地買樓嘅呢一啲專屬套路。第一，有好多樓盤本身係根本冇團購費嘅，亦都冇額外嘅服務費。第二，部分中介會利用港人唔熟悉內地嘅行情，擔心有嗰種搶唔到樓嘅心態，會私自加收幾萬蚊團購費。重點嚟啦，呢啲錢全部都唔會入監管賬戶㗎，更加唔會入合同，所以亦都冇發票，全部都係中介私收嘅。有好多香港朋友過到嚟買樓，就會聽信中介嘅一面之詞啦，好容易會被呢一啲隱形收費割韭菜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隱形消費嘅套路，就快啲喺評論區打中伏，我發俾你睇睇。